大家好，2026年公立醫院加價，好多人想申請醫療豁免，但係點解有啲人秒批，有啲人被拒絕呢？今日同大家拆解3個最常見申請失敗嘅原因，避免大家白行一趟。入息唔係人工咁簡單，好多老友記話我退休啦，零人工點解都唔批啊？記住2026年新制審核係好嚴格噶，社工口中嘅入息，除咗人工之外，仲包括你仔女俾嘅家用，你收緊嘅租金，同埋你喺海外嘅退休金同資產收益。如果你諗住報少啲，萬一被抽查到，唔單止申請唔到，仲可能涉及法律責任。所以記得誠實申報所有現金流，咁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文件唔齊，全工盡廢。第二個死因就係資料唔齊，好多人帶住張身份證就去揾社工，結果就要返屋企攞。最容易漏嘅係近半年嘅銀行存摺同月結單，每頁都要齊，同埋同住家人嘅收入證明。社工要睇嘅係全個家庭嘅經濟狀況。如果你漏咗一張紙，就要重新排隊，重新預約。建議大家出發前先睇 HA Go 睇清楚張徵單，或者打電話去醫務社工服務處問清楚先。以為 HA Go 係萬能，好多人以為喺 HA Go 撳個掣影張相就搞掂。其實 HA Go 係適合一啲情況簡單嘅個案，例如長生津或者係領綜援。但係如果你個案比較複雜，例如攞特殊藥物開支或者經濟突然出現困難，其實需要親身去到醫務社工做評估，唔好等到收到醫院寄嚟嘅催款告票，先發現原來申請嘅狀況係失敗或者係待補件，主動揾社工幫手先係上策。申請減免係大家嘅權利，但做好一切準備先可以事半功倍。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幫到你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我係你嘅護士博士，我哋下集見啦！